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一句气象俗谚语讲：正月等春流。这个意思就是讲入春了后，海涌的变化会变较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涌，海涌的涌，读做第二条。涌就是波浪的意思，海涌就是海波浪。啊，若起波浪，有人讲是起涌；较细的涌，古早有人讲是涌啊。亲像是鱼岭同款，海涌上悬的所在，人讲是涌岭；啊，若是风涌的细面，咱讲是涌细。水泉涌出来，人讲是涌泉。这个文音读做涌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小高涌，就是大海涌因为渗到石礁或者是岩壁，常常透大风涌。因为无张地一个出现，无细里就甲钓鱼的人加入去到海底，人讲是小高涌。第二个词读做涌秋，也就是涌喷出来的水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来到海边啊，看风涌，看涌秋，煞雄雄看去远的所在有小高涌，害人话要惊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涌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涌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